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真练长几啊个时间，我是云轩。亲人过身，应该会使讲是伫即个世间上上艰苦的代志之一。通常，大家伫亲人过身了后，拢会做头七。即个头七其实嘛是发生上侪灵异故事的一天。大家拢会关心，敢有亲人转来。虽然讲伫头七会发生遮个代志，毋过通常拢会是互人感觉到真温暖的事件。今仔日要讲的两个故事，其实拢和亲人有关系。一个是网友有限的故事，另外一个是近一边的孙仔涵涵伊的事件。伫庄脚所在的传统，其实人往生了后，就会把即个棺材放伫三合院的正厅内底，就安尼一直放到头七，然后才选择是要火化，或者是要入土。伫网友有限阿嬷过身的迄段时间，其实因兜嘛是按照即个风俗。有一天暗时，轮到有限和伊的妈妈做伙守暝。就伫迄天的深夜，有限就雄雄听到一个声音。这个声音是对阿嬷在生时定定出入的灶骹内底。迄种声音，就若亲像是穿拖鞋拖伫涂骹迄种刷刷刷的声音。这个时阵，有限伊就外头看。毋过，伊拢无看到人。伊阁想讲，奇怪，敢是我听毋着去？毋过，即个声音还是一直伫后壁出现，有当时啊有当时啊阁无声。后来，有限的妈妈嘛回头看，因两个人互相看对方一个啊。就伫即个时阵，有限想要问妈妈代志的时，妈妈就甲伊讲：“嘘，先莫讲话。”一直到天光的时，住伫因兜附近的二姑仔和尾姑仔，因拢走转来看阿嬷，就甲因问讲：“昨暗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”详细问了后，才知影。原来昨两个阿姑，因拢梦到阿嬷甲因讲：“恁替我穿的拖鞋伤大声啊，真无合脚。”敢讲昨有限听到的声音，就是阿嬷穿拖鞋伫灶骹咧行的声音，是无？刷落来是近一边的孙仔涵涵的故事。涵涵真巧，较无智慧，就会晓一寡简单的事，比如讲爸爸、妈妈。到即马智慧话，其实啥物事拢一学就会晓。涵涵的个性阁真乖，大家想要感冒，伊嘛拢袂拒绝，而且伊阁真爱食。毋管是啥物物件，伊拢会食甲真欢喜。毋过，就伫今年几月时，爸爸妈妈带涵涵转去后头厝，拄好后头厝迄边咧铺道。这伫使涵涵转去到台南了后，规个人就开始变甲怪怪的，直直哭，阁直直乱。原本是相貌拢人好。即马啥拢袂，干那要爱妈妈抱，甚至是连叫近一边一声阿伯拢毋肯，而且嘛无啥物胃口，互近一边伫边仔看甲嘛感觉真伤心。厝内人就带涵涵去看医生，医生讲胃肠无啥物大问题。后来因就阁带涵涵去收惊。灵媒就讲，这是去犯着土神，
毋过过几工仔了后，涵涵的镜头犹原无较好，因就开始伫厝内四界拜，厝内所有牌位的祖先，全部拢拜过一摆，毋过还是拢无效。对啦，阁有一个所在无拜，大家就想着还袂去拜过隔壁金宝因兜，所以大家就赶紧带涵涵去隔壁拜过新的职公。金宝嘛斗相共甲职公讲，我知影查某孙真古锥，毋过踮伫边仔甲看着好，毋通一直甲摸，莫伤过甲搅吵。想袂到过工，涵涵就开始好起来。到近一边要转来台北的时，已经会当开始算啊，甚至伫顶礼拜，阁会当伫电话当中，声音真甜的叫阿伯。这个时阵，近一边正欢喜展现出伊的笑容。这两个故事，其实拢会使互咱感受到，亲人拢用无共款的方式陪伴伫咱的身躯边，犹原是咱上亲近的人。伫咱的生活当中，若是讲真正拄着囡仔有安尼像涵涵共款的状况，拢会使试看卖和咱的亲人去做沟通，凡事拢会当来解决问题。